后来乡亲啊，昨是同齐婚龄轮陪罗厝社区号召着村民长辈做伙来扫园啊，而且这届是扫比较较特别的琉璃园啊。讲这个做法比一般园啊较复杂，也毋过会当来训练着长辈手精知影，嘛互老大人体验着趣味的活动，大家快乐来过一个同齐。 伫咧轮陪客家庙庙埕头前，有真侪老厝社区的阿公阿嬷伫咧扫园啊。毋过和一般的红色、白色的园啊无共，因扫的拢是彩色的。这一粒一粒园啊，就真像柑仔糖，互活动变甲真深色。阮的村民吼，大家也有这个机会吼，啊，大家做伙吼，啊来扫园啊，吼啊，互大家食平安安尼。 榴莲园啊，好看佮好食，毋过做法嘛较搞工，就是希望互是大人来体验无共制作的过程。纯人手指头啊，对身体嘛真有帮助。啊，利用配色吼，啊带动他们很喜悦的一种心情吼。啊，利用色彩嘛来增添了咱这届今日园啊吼，看起来很口渴，吼，就美味。 当在食园啊是传统风俗，尤其对是大人来讲，扫园啊是早期大家共同回忆，所以这摆活动嘛有社区是大人感觉好爽佮怀念。阮伫个古早拢听时大咧讲吼，啊，阮想用这传承的意义吼的精神来做这样工作。大家团圆扫园啊，食一碗烧乎乎的甜汤，同齐过一个温暖佮幸福的同齐。